分享授权客家名录學展，每日嘅行業新聞。2025台北國際書展對2月4號到9號喺台北世貿日館2月登場。總統賴清德和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顧兆輝共下出席書展開幕。賴總統表示，當年台北國際書展登場，就是台灣嘅盛事。人講知識就是力量，鼓勵台企家都做得融入賣書、讀書。客委會今年第一擺參加台北國際書展，顧主委強調，今年主題了客家文化發展中心、韓國客家傳播基金會聯合參加展覽，和展出多位客家詩作家一線精彩豐富嘅文學作品，像係李挑、鍾肇政、鍾立科、吳濁流、楊仁宗兩道作家，希望透過推廣欣賞和出版客家詩作家作品，帶領大家認識台灣過去300萬年以來獨立下嘅客家文化、憲法和歷史。客委會表示，台北國際書展客家館活動內容精彩豐富，當日都安排當多嘅文學講座和客家工藝嘅體驗。另外，現場還有結合科技和文化互動體驗，歡迎大家親身來現場，共下感受講客、讀客嘅詞彙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展嘅報道。接下來會教大家基本一個每日嘅行業就是讀書，記者上的圖書館讀書，記者上的圖書館讀書。你學會嗎？下一擺講來了。